這包租代管的大公司調期惡管的前董事長李建成等人，防指控講以調期投資者關係企業發行公司罪，摕到投資款18億，所無付人利息，也甲北檢對查有賣7億是紅佔去家己享受。昨發動訴訟，也目前李建成已經封羈押，也共同創辦人林佑麟是以200萬交保。檢調發動訴訟鎖定的約談對象，就是基調惡管前董事長李建成，伊家己公司罪風波，面對提問無回應，目前已經封羈押。要跟投資人道歉嗎？同款是調期創辦人的林佑麟，也佇真實名單用無法催暗當面，經過檢方核實了後，以200萬交保，限制出海出境。北檢這波行動，搜索調期惡管等所在，懷疑李建成等人為1809年起，涉嫌替調期背書，找配合包租代管多年的厝頭家等人，因果關係企業調期投資甲假生涯管理顧問公司發行的公司債，摕到超過18億的投資款，煞將挖7億的錢刷做使用，提去買精品享樂，買名車代步。他就是濫用我們的信任，沒有錯，完全看不出來是有心想要處理這件事情。我覺得錢拿不回來是最壞的打算，基本上我已經抱着最壞的打算。但是我覺得那個該受到的制裁不能讓他跑掉。檢調緊急出手，就是發現李建成佇案件記光了後，開始接觸二手精品業者，想要賣掉，就驚咧為脫產做準備，遂啟動搜索約談，調刑法的清鑑陪審等方向偵辦。兆基本身的公司治理應該是非常的到位，所以把原來董事長、總經理原來是股東嘛，他所發生的問題應該有很好的隔離。這家公司債風暴也受響調期惡管，作為調期大股東的宏基集團創辦人施金榮，也表示，經過暫時就個人問題甲營運叫做適當的分別，由李文祥出任調期的董事長兼總經理，也毋過正就任當地向請示職務。宏基發電信表示，李文祥接任了後，發現調期惡管存在內部管理欠點，自初期起失去調期的董事長、法人董事甲總經理的職務。這個進程無法度出佇調期回應。記者綜合報道。